首先呢個係物業入嚟嘅大門，旁邊就係飯廳，可以放到6至8人飯台同埋櫥櫃。呢一邊就係客廳，一邊可以擺電視櫃，一邊擺梳化啦。前邊有個露台，對住亦都係獅子山嘅方向。廚房係梗廚嚟嘅，有各式各樣嘅煮食工具同埋雪櫃。洗手間企缸設計，方便淋浴。第一個房間放完床可以放個高身衣櫃，應望到翠綠嘅山景。第二個房間主人套房，左手邊特設衣櫃位，放完雙人床，前面有個工作平台，可以喺度欣賞翠綠嘅山景。主人套廁，帶有浴缸，淋浴就可以喺度嘆下。